总统赖清德宣布要推出1.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批评讲，这条预算会超过法定的经济顶限，卖互台海来变做火药库。因那民众党是表示支持强化台湾自主防卫，也毋过会严格来检验预算。总统赖清德宣布1.25兆国防特别预算，自2026年到2033年8年内面执行，强化台湾的防卫韧性甲无对称战力，希望在野党支持。投资在和平，也投资在台湾安全。我们当然也希望在野党能够来支持。赖总统，您在玩火啊！让台海变成了火药库，还把台湾变成了兵工厂。合理的增加国防预算，来强化台湾自主防卫的能力，台湾民众党绝对支持。接下来的整个审议的过程当中，强力的为人民来把关。国民党批评这条特别预算会超过法定股债上限，民众党是讲会强力把关，甲中央政府总预算同款，特别预算就要经过立法院审议了才会当执行。不过总预算是年度常态性预算，特别预算是应景国防、经济或者是重大灾变状况提出。这几年的国防特别预算，有甲美国买66台 F-16战机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，总金额2472亿，也有2400亿的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，有各组的天宫3就是减低航空飞弹，甲美国制作的化载反舰飞弹，其他甲美国买的海马斯多功火箭、爱国者3型飞弹这块，是用国防部公务预算一年变，这卖1.2兆特别预算，希望得到航空反弹道也个反装甲飞弹、无人载具加 AI 辅助，一个 C5ISR 系统，建构多战术防卫作战体系。系统整合部分呢，尤其是 IBCS 系统部分，其实它的主要架构是爱国者的飞弹系统。你如果说没有战场共同图像的话呢，很可能到8年之后呢，天空飞弹人打天空飞弹的。那美弹比如说像爱国者飞弹，它只能打它的。军事专家肯定政府想要建造台湾之盾，建立防密的防空网。严古也讲，相关的整合战斗指挥系统 IBCS 也怪，但美国方面答应要买单，效果如何也怪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